关二爷作证，我公孙雷，我林维贤，胡毅，结拜为兄弟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上天明鉴。我这次来是想跟你谈点要紧的事。您尽管说。现在谁都知道，我和林通真是刀对刀、枪对枪的干上了。商会呢，为此伤透了脑筋，他们出了个邪招，叫竞拍会，也就是一口价。谁出的标价高，一次成交。这第一项的地契还在公孙雷手里，这怎么能拍卖呢？公孙雷倒不怕，商会会搞平的。那林同真的标底是多少？贵人，您看着我干嘛？这个我得问你。明白吗？你是想让我……对，是这意思。你可以替林同真来打探我的消息，我也可以让你替我打听林同真的消息。我想，这第一箱到了手，你我也利于均沾。关键是要准确地打听到它的标的。贵人，我干。你回去吧，我已经想好了。我一进门我就跟我姐说，我不管他同不同意，我一定去南方。哎，顾家慧呢？你不管他了？不是有你和公孙吗？你们两个人可说了要帮我搞定他。什么跟什么呀？我们连长什么模样都没看清楚。什么？少来啊！少来啊！别想他了你。爹，顾伯伯来了。顾伯伯好。胡毅啊，这阵子怎么没找佳慧去玩啊？我和佳慧的事儿，改日一定向顾伯伯请教。他和佳慧的事儿。哎呀，你们俩是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是个好事儿。那时候我们一高兴，给他们定了个娃娃亲。现在这越说吧，还越真了。这样，找个良辰吉日，干脆给他们这事儿定下来，省得咱们总觉得欠欠的。感情好，这也是我们胡家祖上积德嘛。我跟顾伯伯还有话说，你先出去吧。于乐，这拍卖会定在哪一天？下月初1。这么说还有10天了。这10天里，顾爷一定不会闲着。先生，您觉得我还能做点什么吗？你和顾爷已经闹翻了，我看还是不动为好。先生，白天大码头给您提的建议，您考虑过了吗？这个，青雨啊，不早了，上楼歇歇去吧。别弄得太累了。
岳乐，你认为大码头的建议可信吗？先生，这个建议不可信，但是可行。这怎么说？所谓的不可信，是大码头这样的恶棍，没有人愿意跟他去做生意。我讲的可行，是大码头本身就是顾爷骑顺了的一匹马，现在失控了，咱们正好利用它，给顾爷添点麻烦，让顾爷忙于去应付，无暇顾及拍卖会。我们利用这10天，好好准备咱们的标的，这样，咱们的胜算可就大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尽快把标的要定下来。这个标的不能定得太高，如果定得太高的话，咱们肯定要吃亏；但是也不能定得太低，如果太低了，顾爷肯定他就会抢了先。那么，你认为我们的价位应该定多少呢？其实您心中早就有数。相差无几，所见略同。就这个数，定了。晴雨小姐，少爷，你接着吹啊，吹得很好听。我打搅你了吧？没有，我不吹了，你上楼去休息吧。你也让我上楼去休息。这是我应该关心的。少爷，你为什么对我总是这么客气呢？如果一个人对一个人总是十分客气的话，这说明他在心里很排斥对方。啊，我能看看吗？哎，看吧。这是你生母留给你的吧？嗯。你很想念她。嗯。少爷，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。问吧。你生母是你父亲的女人，现在我有跟你父亲在一起，你心里对我是什么态度？我对晴雨小姐没有态度。没有态度，回答得真好。只有对一个无所谓的人才会没有态度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待在这个家里，更不喜欢跟你的父亲在一起。爸爸喜欢和谁待在一起，我没有权利去管他。但是我知道我们家对你很好，给了你很多。没错，这个家里的确给了我很多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。可是你知道，这个家里给我最多的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寂寞，就像这漫漫的黑夜一样，无边的寂寞。
是你啊！这朵花摘下来，如果它的主人不去欣赏它的话，它很快就会枯萎。是吗？那要看这朵花是不是值得欣赏。那么先生以为我这朵花值不值得您去欣赏呢？值得。不过要看哪个方面了。哪方面？我记得我刚到林家的时候，你曾经对我说过，离我的房间挨得很近。没错。这我就纳闷了，我的房间和你的房间挨得很近，为什么林先生从来不去我的房间呢？时间不早了，你回房歇息吧。难道我就不是一个女人吗？我首先把你看作是我生意上的盟友。错，你是在计较我，你在计较我曾经是顾少棠的女人，所以你不愿意，甚至不屑于来碰我。我有我的原则。你的原则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第一项。你收留我，你只是想让江湖上的人都知道，你林童真是一个讲信义的人。你收留我又防范我，根本就不让我插手第一项的事情。你在利用我。那你呢？我怎么了？别以为我什么都不清楚。你所做的一切，你背叛顾少棠投靠我，不就是为了得到第一香吗？这难道不是也在利用我？哼，